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上礼拜嘅专题报道，我哋讲到政府嘅初将要推动嘅有机农业法，打算要推友善农法并入去。不过友善农法被农民团体还个有机农法被农民都有疑虑哦。这草案冇经过第三方有机验证，不过冇用化学肥料同农药嘅，都算系友善农耕，甲范围都规范的哟。更加冇用化学肥料同农药嘅农法真蛮多，像有 BD、KKF、普门、秀明、自然农法也得，假是范围按法，教用嚟管理呢。假是喺为到促进对土地友善，法令会等到系几多嘅限制么？如果是在开花时候是米最好，对，能量最高的开花是开花，不能开花不能开花，不能开花，刚开花，刚要能量最高，能量最高才开花嘛，对不对？那最高的能量的时候犁进去，就补充你的里面最多。已經危機，一群農民討論大田同種作清好時間，一時間都好落體意，長期望田落成農民做出習慣田時嘅變化嘅。一啲都除咗上課先生吳水源，喺花蓮菜地有機農場主任，其他人對外裝無足歸外，去到花蓮學BD農法。而家農法對本地嘅農民有動態幫助，所以佢哋咪低，所以兩擺咧同學就動到國外咧，像泰國啊，有馬來西亞啊，咪有香港嘅，啊，印度本地嘅好多。喺泰國廣東為主喺發展BD 農業的，因為現在大陸的土地呢，經過這幾十年的這種耕作，化學的耕作的話，已經是這個非常糟糕的一個土地狀況了。所以我們剛開始呢，就會選擇自然農法啊，但是感覺太慢了。後來接觸了 BD 以後呢，我們就現在是在發展 BD。主要我都睇培係做有機嘅行業，係主要係種師傅嘅，嚇。因為講一般慣性就講做用新生命嚟講，嚇一般都按照新，一般嚟講做法就新。啊做有機就按照改到新，嚇。啊喺 BD 嘅嚟講都改到年。陳省郎種草莓已經拿到 CAS 有機認證標頭嘅，含江路頭案件對時鋪走到花蓮來學 BD， 所講嘅 BD 係成期互通農法，係歐洲一咧講係千座嘅有機農業組織，到1924年創立。嗰陣時歐洲農民發現奶牛嘅飼養見來見唔好，開始一直到今呢有機農業革命。我們就是讓我們各挑每一個各挑兩個，你要想要把它留下來，這樣做。老師在學校的時候有沒有玩這個過？選種子？目前還沒有。我們有一塊農地，我們在準備下種子，所以我們還沒開始。對英國來這省也到台中教書，未來學 BD 農法強調自家現狀流種，對種源當地污染，農耕青創業做水同肥料管理，加咩唔用有機肥。上次水同太多碳皮流下來，卡不速度偏重海。它比較能夠應付像比如說台灣這樣子比較悶熱的天氣，因為悶熱而又沒有陽光，比如說現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態的時候呢，如果是有機種植法呢，那個植物同樣的會因為熱的，它會造成它植物的葉子會揮發水分啊，它就需要補充水分。補充水分的時候呢，就會補充到水裡面的肥料，那又沒有陽光的光合作用來把它消化掉的話，那就會有這個肥料的殘留。黃天發喺馬來西亞種配華僑，佢對馬國經驗來看 ，BD 係有機農法，比用得有機皮同個有機驗真係行下自然有機。唔過到台灣包含 BD、KKF 農法、秀明農法、普門農法同綠色自然保育標頭，一條自然農法，現在農產品冇經過驗證，都唔算係有機，一多年就講係友善農法。那它使用的規範呢，就根據國際的那個 IFOAM 的規範。那麼我們的有機認證要求是，如果你在10米以內的話，你必須要建立一個隔離帶嘛。不管是用網啦，還是用種植植物之類的做一個隔離帶。如果你是15米以上的話，就還好。不怎麼想走驗證這一條路啊，因為我以前都是自己注重品牌，是打自己的品牌，然後注重自己的品質。
我们为什么去认证？是因为土地的政策，我们要有机认证才可以承租那个小第5大佃农的耕地来操作，所以我们去做认证。但是在我们的产品标上面，我是没有贴那个认证标的。虽然并唔想做验证，佢顾好自家品质，对土地也好。佢知道农民应该得到消费者的幸福，比拿到这种票头更加重要。为什么不贴？因为贴那个标也要钱，然后我们的消费者他不怎么需要看那个标，因为他是信任我这个农夫，所以认识农夫比认识那个标签还要重要。小米农法没有同样看法，林世峰到台中市和平区摩田2种田子，也特别喺台湾田子有名嘅产区，佢发现做栽培厂嘅隔离带都无透，故所将接到隔壁田区嘅田子种出去，用无同样胎叶来包，用较便宜价势卖出去。第一个农药不是喷在我这个果实上面，第二个我柿子是有套袋，从套袋到采收有3个月的时间。所以消费者他可以接受比较便宜，但是你从土地产出来就是干净的食物，它只是说有可能稍微受污染，可是那个表皮它可以洗一洗，它不会非常介意。所以有机我们没有办法，当初没有办法去认证，但是我们跟客户建立起这样的关系。就是前一阵子也石安的风暴也是沸沸扬扬嘛，嘿，那刚好就是我看到那个节目之后，就上去搜寻世丰果园，嘿，然后就是从 FB 里面去了解，加上又知道，他每个月有来我们合浦市集，那我就开始来这边逛，慢慢越来对他的那种那种自然农法也慢慢也非常认同。皮可以吃，对。我们无农药、无肥料，所以就是皮是最珍贵的。也特别总铺地区清早发展起来下坡农学实习，礼拜2日来沙滩的农民，单单累积了几廿年信用，每做有机做友善的。陈小姐看到电视节目，小给林世峰，对古天杂种嘢都来买，变做朋友。林世峰清早每做管下转有机，再个进一步做小米农法。张转做有机嘅人，佢发现现在有机皮唔系农药，故所喷到行较多。过来有机材料唔便宜，故所喷越多，做到行较贵，价是又当贵。其实我做有机那一年做的又辛苦又累，然后就是我们的心态也还没有转，因为那一年我们觉得说柿子变丑变小，然后变得比较不甜，所以我们惯性时的价钱的特级。是可能比我做有机那一年卖得更高，所以你产量少，然后产品变差，然后又做得更累。台湾有機發展的基本矛盾係，一天然人有多環境，應該細則當然做到個標準，行一則想得到行較多年，三忙來做好標準咯。有機法它原本的利益就是說農藥要零檢出，可是當你今天一步都踏不出去的時候，這個有機是不是沒有辦法推行？那非常矛盾的是，台灣對有機是嚴格執行，就是我對你是好像我是糾察隊一直在抓你是不是有毛病，可是他反而是對慣行農法，他完全不去管制，然後他農藥飄來我這邊，反而是我要受懲罰。最初為什麼會發展有機？其實它是對慣行農業的一種反省。他就是看到說，慣行農業對農藥用化學肥料，然後對環境的破壞，那對農業將來會造成一個不永續的現象，所以他其實倡導是這個意涵。可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推動有機農業，最後卻被驗證的一個機制所捆綁。對生產方式來看，友善比有機可能對土地行較好。參加有機立法過程學者，即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也最所講嘅愛訪提出有機3.0概念，希望同亞下公正第三方驗證無共樣，能用 PGS 也做參與式播種內統，第二方查證來促進友善加入，兩項共合作。这个所谓健康安全的这种农业生产的门槛要降低，对不对？鼓励他们，就是说，如果可以得到适当的辅导以后，那这个生产技术精进以后，他们就可以达到
有机的程度。所以在很多国家到现在包括巴西了，包括印度了，很多国家，其实他们都在推这个所谓的 PGS。消费者自己集合起来，然后呢，来找这个可靠的农家。那消费者人数多的话，那就找这个代表去做这个查证的工作，那确认这个生产者的确这个不用农药化肥，它是属于有机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即使他没有经过这个第三方验证，我们也可以相信他。简單來講 ，iPhone 嘅發展，尤其1.0係1920年代，尤其運通正發展家下，但以消費者對生產農民有信心嘅地方新增。尤其2.0係對1970年代，尤其工作面積見來見發，佢用公權力做信心基礎嘅第三方驗證制度。12年推廣嘅尤其3.0係在國家 PGS 係消費者參加，形成同生產農民之間嘅第二方查證。有機科本來也不懂 PGS， 也是最近才漸漸有點懂的啦哈，因為被一些，比如說像郭華仁教授啦，被我們一直告訴他 PGS 的概念，事實上他對 PGS 還捉不到，也坦白說，台灣的 PGS 也才正在啟蒙而已，還不算有一個已經上軌道的一個操作模式了。你不可能針對它的生產行為所產生的產品去做驗證，但是我也知道更多的學術界的好朋友或是團體，他是希望我們的一個有機的這樣的一個農業發展，更可以跨到所謂的友善環境。那這個部分我們當然一定會去推，但這樣的一個推法不一定要設立所謂的驗證的一個管理辦法去框住它。尤其推廣團體同學者大拍講 ，PGS 也正開始天天，農業會也唔肯講讓做 PGS 嘅細節，有些農民團體才知道，佢做多做同消費者之間幸福關係嘅，係講立法點都踏出踏腳。有機立法只是政府在方便管理，但是最主要是農民的自覺，不能由上而下，應該是由下而上的。農民願意做好，農民願意好好的照顧他那一塊土地才是重要。對很多有機小農也不公平啊！大家遵循的法令這樣子做，花費很多的成本，結果你現在要把友善的，更寬鬆的部分放進來，我覺得這樣子是有一點本末倒置了。你應該是在檢討現有的有機法令，現在的有機小農怎麼樣的困難，你去修那些法令。讓大家好過一點。尤其商品驗證係在一套當年嘅人檢出嘅標準之下，做到一下，尤其耕種同發展見來見困難。民間團體認為，天初要有一套新嘅標準，讓消費者參加自家食品安全 ，PGS 冇天初係一個新嘅機會。我們很希望透過食農的教育，來讓更多人來關心他吃的東西。當他更關心的時候，任何事情他會主動去關心。我覺得這種民眾消費者的主動關心的這件事情，需要，否則只靠第三方驗證。第三方驗證今天已經走到一定的瓶頸了。PGS 它的執行面一定還是要根據一套標準，只是它的成員，它所組成的分子去檢查的這些人員不同而已。所以並不能代表 PGS 就能夠去取代可能現在驗證所面臨的問題，但是它可以幫忙一件事，就是它可以讓消費者、讓生產者、讓各界多元的人一起參與進來。嚴格的話，它的門檻會比較高嘛，所以其實應該有一個配套的那個措施嘛，讓就是社會大眾就是可以更多去參與，吃到這種安全的食物。消費意識見來見過，並唔代表很花時間去參加。係講特色消費者都主動參與，關心自家食的乜嘅，農民要用乜嘅方式種出來嘅，也最有為 PGS 嘅精神。大幫按樣連結到暗河苗路，對農民出台監督效果，冇天初行卡會有互利促進嘅正面作用。